后来继续来看六都的市长上任得要满半年了，民众对市长的施政有满意无？来看这是新台湾国策智库所做的六都首长施政满意度，第一名是桃园市长郑文灿，满意度高达8成2；第二名新北市长侯友宜，第三名台南市长黄伟哲。 因的满意度拢超过6成，第4名是郭文铁，第5名是韩国瑜，第6名是罗秀燕。伊9合1的大选，六都市长换4个，即马就任要半年啊，到底什么人做了上好？连任的柯市长跟郑市长的比较哈，这个郑市长的表现可以说是这个相当的亮眼，事在人为哈，所以同样是连任，但个人的差异性还是蛮大。 六都的首长施政满意度最新的民调显示，桃园市长郑文灿得到82.1%的市民肯定，毋但是六都第一，佫创下历史新高点。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台南市长黄伟哲满意度嘛超过6成，分别是第2名甲第3名。台北市长郭文天无满意度4成7%，比满意的4成4%较悬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满意度3成5%，台中市长罗秀燕排上尾名。台中、高雄换人换党执政之后，其实满意度是从这个前段班调到后段班。高雄市民认为高雄市跟过去4年相比，退步的比例是最高。 六都市民对市长未来施政信心，郭文铁甲韩国瑜拢较无3成7，有将近5成4的民众无信心。郑文灿同款是第一名，77.4%的民众对伊有信心。黄伟哲甲侯友宜嘛超过6成的市民有信心。这2位市长都没有要选总统啊，所以他们那个敏感性的政治议题也很少去讲啊，那相对就不容易制造这个反对的部分哈，所以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的部分。 包括有超过6成的民众无支持郭文铁甲韩国瑜参选总统，有关总统蔡英文分别有4成6的支持度，加4成7的无支持。2020的选战，什么人我都入去总统府，恐惊即马无人敢挂保证。